大家好，歡迎收睇的士新聞資訊。愛希尼政府喺上年7月向5支的士車隊發牌，牌照條件列明車隊須喺發牌後4個月內達至所申請嘅車數規模，以5隊合計。上個月底要有合共3500架車隊的士服務，不過運輸署最近回覆傳媒查詢嘅時候，至今只有大約1300架的士服務，即係佔完整規模中大約37%，未達牌照要求。根據牌照文件，運輸署署長可以就車隊未遵守牌照條件而取消、暫時吊銷牌照或者更改牌照條款。署方回覆嘅時候冇回應車隊未達牌照條件會有咩後果，話會繼續協助車隊招募司機同埋車主，推動各隊邁向所承諾嘅規模。傳媒向5支車隊查詢現時規模，原定方案提供800架的士嘅 JOE 樂行稱現時已經有大約500架的士服務，為目標62.5%。而提供1000架的士嘅 Amigo 聲稱現時有300架的士，為目標30%，已登記接受培訓司機大約1000人。以目標1000架的士嘅大黃蜂愛心車隊、425架嘅星群的士及300架嘅 Big Boss Taxi 車隊，喺傳媒截稿前未有回覆。牌照原本就車隊的士數量設2關目標，第一關係為車隊可服務車數須達申請規模嘅60%先至獲發牌，第二關就係為發牌後須喺4個月內逐步增至完整規模。早喺發牌前，車隊已經傳出有車冇人揸、招聘司機困難等種種問題。今年7月，即使仍然未達到第一關嘅要求，車隊仍然獲發牌。運輸署當時解釋係為市民及早享用車隊服務，相信正式運作之後可以吸引更多司機加入。至今5個月，各個車隊營運整體車數由初期大約900架增至大約1300架，2關均未達標。運力不足導致 call 車難，市民因而少用服務，的士車隊營運陷惡性循環。運輸署指出，各車隊獲發牌之後3個月內共完成大約7.8萬宗網約行程，以1300架推算，並非每架車隊的士均能夠每日接到車隊單，司機需靠其他渠道揾生意。營運 JOE 樂行的士車隊嘅泰和管理公司常務董事伍海山受訪時承認，車隊人手增加速度緩慢，每月雖然有增長，但係或者得2位數，難以預料幾時能夠達到完整規模。佢承認招聘困難持續，不時有司機出入，部分司機喺培訓中途退出，部分司機未能夠通過駕駛態度測試，亦都有司機中途離職。佢未有回應司機點解流失，重申會繼續努力招聘，提供配套協助培訓更多人考的士牌，並吸納更多以時薪100蚊嘅僱員制司機。現時車隊多為租車司機，時薪司機大約70人。另外一間車隊公司 Amigo 重申正喺擴展的士車隊，話車隊提供底薪同埋充電津貼等，相信已經增強司機加入信心。又話根據目前統計，車隊司機平均整體收入可以較傳統司機高2到3成。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的士司機分會副主任梁達壯表示，多個車隊已經大減車租，盼可吸引租車制司機，但車隊多電動車充電難嘅問題未解決。加上向車隊租車，始終不及喺自由市場上租車咁有彈性。司機睇淡前景，形容行內對的士車隊已經去到提都唔提。梁達壯又指出，睇唔到車隊有咩出路，擔憂出年網約車合法化後，車隊死得仲快。佢聽聞有車隊或者會考慮爭取輸入外勞，如果屬實，工會將會極力反對。立法會議員田北辰指，政府提出的士車隊制度時，社會已經有疑問，現時的士車隊面對問題亦都無計可施。田北辰又認為，市場已經說明一切，預計將來網約車合法化，的士車隊無法同網約車平台競爭，只能夠淪為街車之流。佢認為的士車隊舊來無謂，建議讓車隊可以在牌照期內自然發展、自然淘汰。
民建聯陳恒鑌亦都指充電難係的士車隊發展難一大原因，政府有責任加快充電配套。佢建議檢討車隊制度去向，觀察網約車合法之後對的士車隊嘅影響之後一併檢討，亦都同意的士車隊發展未符合預期，但未至於而家判死刑，始終只營運數月。相信車隊的士長遠仍然值得發展。唔知你對以上嘅內容又有啲咩睇法？歡迎留言。如果想了解更多最新嘅的士牌資訊，歡迎下載我哋嘅 App HKTX 一站式的士買賣租賃平台，密切留意我哋香港的士交易所。我哋下集見。